目暗山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。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面做你的应允。即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嘛无害你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现在，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那么做三个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愿你尊重较宽过这个天，愿你荣耀较宽过全地。但今仔日，我们继续借着 YouTube 网络的礼拜，来尊重主的圣名。我那边用圣的公义来服侍你。来上赞荣耀拢归乎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今日我搁一摆来到主你的手不足前，我要听你来恭敬听叹你的话，求主来洁净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感召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通。蒙主的这个祝福，但现在我特别要为着台湾病毒的疫情来祈祷。但台湾对这疫情这个防疫的完整，
因为有这个放松的这个心态，所以这个病毒有机会通侵入，来使用着这个防疫的化口，结束扩大真紧，尤其是伫湘北市各大病院拢瘫痪，无够个这个名称位，但是第一线这个医护人员是拼死不留命。欧主啊，台湾目前真需要这个疫苗，这个人命关天，就这个时刻，咱台湾都要团结起来，要守望互助，嘛就要尊重专业的医疗、先进的这个科技。但这个时阵，不是哪力的这个喙若水的战争，因为风力等于是作战。俄罗斯是伫罗马人书13章有讲，要爱顺探总关键，因为咱台湾伫国际地位上比较特殊，这个疫苗的输入肯定会带来一寡困难度，所以咱要爱相信上帝，一定会互咱台湾2300万这百姓有上介好的疫苗，以及上介好的安排。凡说伫6月、7月初，咱就有可能这个曙光也无得讲。就请大家通一个礼拜完，陪平台、陪平西，咱来先做国人这个防疫的目标。咱来最近记好咱的这个口罩，爱勤洗手，保持这个距离，无随便稳重咱的病情。最好家己的约束，尽量唔通做这个群聚，也嘛配合这个防疫机构的这个策略。我相信这个疫情会好转，一定会平静落来。恳求上帝继续保守咱的这个健康，嘛有这个疫苗会当早一日互全民来注射。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往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第9章第9到13节。第9节，耶稣对遐经过的时，看到一个人，名叫做马太，坐伫税关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来对我。”马太就起来对耶稣去。耶稣受邀请，伫马太的厝食饭的时，有真侪抽象的以及罪人来甲耶稣参文图做伙坐坐。法利赛派的人看到，就质问耶稣的门徒讲：“恁老师哪会甲抽象的以及罪人做伙食饭？”耶稣听到就讲：“勇健的人无需要医生，独独患病的人才有需要。总是我爱人民，唔爱世事。”这句什么意思？恁着去学。因为我来，不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这是上帝的话。既然读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学咯。以色列的保护者，
耶和华，也无拄你无困境，耶和华要保以色列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保以色列耶和华，也无拄你无困境，耶和华要保以色列，免受一切灾害。
以色列呀，各位乡亲、士大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伫几年前，我捌伫这个新闻中来看到，有真侪只亿万的富翁、群秀微软的这个比尔盖茨，以及这个被称作股神的这个巴菲特，因出面来呼召踊跃来捐钱，要帮助有需要的人。那么这个甚至这个股神巴菲特呢，伊当年更较是用到这个慈善捐款的金额的济少来做决定，是不是会当得到甲伊做伙来食中昼顿的这个机会？如果咱的主耶稣基督若是出世伫这个时代，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敢会用甲伊当做伙食饭来做这个呼召，要鼓励人去奉献这个金钱，去帮助有这个有需要人嘛？我相信袂啦吼。那如果若毋是安尼时，咱的主伊佫会甲什么人来做伙坐倒来食饭呢？伫这个希伯来文内面的这倒啊吼，倒啊这个字根，真会当传达这个餐道的这个本意，迄个就是稳定的所在。当人坐伫这个道边的时阵，伊才有够的时间，甲人来建立这个关系，才有伫这个餐道顶面的互动，会当建立更较深的这个关系。所以无论是古今中外，对所有的人类来讲，食饭永远是生活中的大代志。当然，台湾有一句话讲：食饭皇帝大啦，食饭比皇帝更大。所以每一日伫这个啉食的时，毋单单是伫维持咱活命所欠命的，要如何食，要伫叨位食，要食什么，
要甲什么人做伙食饭，等等，这拢是一个大学问呢。伫真侪这个族群甲文化的内面，拢总这个象征性，这个社会意义。伫这旧约内面，上帝为着以色列百姓颁布了各种的这个啉食的这个律例，甲因讲什么是通食的，什么是唔通食的，佮有关系这个清气甲无清气的这个食物，拢讲啊真清楚。那么这套这个律例，更加是对后来的这犹太律法中延伸出各样上有关这个啉食律例，一直到新约的时代，法利赛人唔单单是伫这个啉食的清气甲通食这方面，还佫特别关心着当道食饭的人，伫这个礼仪甲道德上的这个清气。大家注意，伫这个食这件代志顶悬，最后所直接甲当时禁守律法的犹太律法的法利赛人有所冲突。那么，这个冲突的原因，并不是主要说甲学生违背着这个犹太啉食的规矩，乃是因为因总是甲当时像这个抽象的妓女，才会互法利赛人看做是无清气的罪人，做伙坐倒食饭。所以当主要说甲罪人同食坐倒咧食饭的时，就是表达着伊对这个罪人的这个接纳。那么这款的举动，对法利赛人来讲是真歹接受的，因为法利赛人恐惊了甲罪人同坐倒的时，互家己会去目着无清气甲无道德，所以因不但看不到家己对掠家己罪孽的这个骄傲，更加是用行动拒绝对遐个人的这个接纳。伫圣经中，遐个为着上帝的人，拢是为着家己的罪孽，担当来见效的。你看，彼得也来讲，伫罪人中，我是罪魁。这是保罗讲的啦，吼！伫提摩太前书1:15章，所以彼得讲。彼得认捌主耶稣的真面貌了后是，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请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这是路加第5章第8节。伫这以赛亚因为看到上帝哀叫讲好哉好哉，我被忘了，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，我踮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百姓中间。所以当马太写落家己信主经验这个时阵，伊注重的核心的真理，就是在伫基督怜悯罪人。马太原本是一个大歹人呢，伊伫这个加百农城内面是一个卑鄙的这个抽象的。当主要所呼召马太的时阵，甲他简单讲一句话，讲你来对我，伊马上就跟对主耶稣。为什么耶稣一句话就会当互马太来跟对伊呢？伫主耶稣迄个时代。抽象的甲罪人，因的地位是差不多。抽象的是为着罗马人伫做代志，因常常挖靠着因的关系，对犹太人随意来卡这个重税，来积着犹太人的这个钱。所以当时的人拢真怨恨这个抽象的，所以抽象的互犹太人轻看。袂通进入这个会堂，因就低感觉无清气，因袂当伫法庭顶面来做证，因为伊无受信任。当主要说咧呼召马太的时阵，伊拄拄是坐伫这个税关的顶面，遐个抽象的为顾虑着家己的名声，因拢会去雇用别人替来这个卡税。总是马太根本无咧管别人的想法，伊亲自就坐伫这个税关的顶面。犹太人认为，像马太这款的人，伊根本是无可能来悔改的。所以当最后所听伫马太进前讲，你来对我，四周的人一定是着一惊的。马太的心已经备办好势了，伊是一个愿意要相信的人，伊内心的深处。刻薄要脱离人所看袂起的这个生活，
所以马上爬起来跟对主耶稣。路加福音第5章28节，佮加一句真重要话，伊讲：伊就放了所有的，伊就放了伊所有的，伊放了一切来跟对主耶稣。伊所付出的代价，可能伫主耶稣基督12个学生中间上悬的。一个掠海掠鱼的人来跟对主耶稣，伊随时拢通倒转去掠鱼啊。毋过呢，这个抽象的，你若是离开你的职位，你就永远无法度搁再复职啦。因为罗马政府马上会另外派一个人来取代你的地位。所以马太决定要摆设宴席，来向伊的朋友介绍主耶稣。马太伫伊家己的厝内，为着主耶稣大来摆设这宴席，佮邀请一寡这同行甲朋友来。马太通讲是教会举办这个福音餐会的一个始祖。所以这个宴会主要说是主要这个贵宾，那么其他在座的人客是当时社会人看不起的一群人。马太所结交的这个朋友，拄拄是这款的人。咱台话讲，年交年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党王。马太所结交的朋友就是这款的人，因为当时搁较正派的人士，无想要甲因做朋友。主要说，甲这人同道食饭，乃是做到当时这敬虔的人，因所毋捌做过代志。主要说立场真简单，主要说伊简单，到一个最需要厝内去。如果伊若是简单，到这个健康的人厝内去，伊肯定毋是一个好的先生。好的先生应该都爱到有病人的所在去，主要说到有需要人去，这才是伊的任务。伫几年前吼，这个电影这个秋香吼，来到阮当时我咧牧会纽泽西教会来放映。这个男女主角，这个曾如明牧师甲沈秋香师母，因特别对马来西亚来美国随便做见证，这是因第一摆来美国的。那么第二场就安排伫这纽约。这个角声来放映的时阵，曾牧师用2天的时间去纽约，去这个流浪汉、这个 homeless 降济地区，甲因接触这个 homeless， 进去因的族群内底，遐互社会、互家庭放散的人中间，甲因做朋友，甲因来交谈，要了解因的需要。曾牧师第一摆来美国呢？就是伊无客伫这个观光客人中间，也是讲去甲人踅街去买纪念品，拢总无。伊踮倒去有需要人的中间，徛甲这个街民、甲这个 homeless 来做朋友。主要说针对这个对这个抽象，甲这个罪人当道食饭，互遐家己认为是义，而且宗教人士真着惊。因咧想讲吼，说说伊若是比赛啊，伊应该着甲阮食饭的才对啊。遐个宗教人士因掠到一个学生来问讲：，恁的先生为什么甲抽象的，并且做人做去食饭的？当最后所听到因伫对话的时，就倒来来责备因，讲空间的人用袂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圣经讲，我欢喜怜悯，无爱祭祀。即句的意思，恁就爱去学习来思考。我想，我来，毋是要钓这个义人，乃是要钓这个罪人的。最后所将罪人，譬如说有需要医生的病人，医生到有病人的所在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若爱钓鱼的人，应该就爱去做海边、溪边，是湖边嘛？你敢有可能钓竿起来去爬去迄个玉山顶来去钓鱼？无可能。传道理的人应该就爱去福音基地的这个面中间来传福音。所以说，甲遐个宗教人士讲，如果你这么厉害，会通诊断出因是罪人，
恁兼有付出行动来帮助伊嘛？现在恁迄种敢若是会晓诊断，却无法度去医治人的医生呢？最后所引用到因所熟悉的即个旧约的圣经节，甲因讲，恁去即个学习，去思想。即句话是犹太人的老师常常讲的话，来责备因的学生，就爱较早知影，却表现出就安尼茫茫毋知的款式。最后说就是顶甲因讲，恁倒转去好好看册。听互恁学着这个基本的物件，才个倒转来找我。最后所引用的是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，讲我欢喜怜悯无爱祭祀。祭祀是一个仪式尔定，是宗教人士所看重的，就是上帝所看重的是慈悲甲怜悯。上帝毋是爱咱，无爱咱向伊来献祭。就是当你看到四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阵，你是不是有怜悯因的心呢？还是你甲专门咧注意到这个限制，所来忽略人的这个需要，无去顾到这个困苦人的哀求，这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咱的主要所基督甲罪人坐道做伙坐道的行动，就是表明主要所伊单单只有是伫这个信仰教育上得好。益者的教士人着悔改，国家是愿意着用着每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出对罪人的疼甲接纳。有一个家家户户拢知影的一个故事吼，讲有一个人对家家伫要出来啊，要踏上这个倒转去因兜的路，等于要出这个家家以前，伊写一张批来试探伊的某，看是毋是要搁接纳伊。如果若是要接纳我，是的时，请你伫咱兜门口迄丛老家当的树顶来绑一条这个黄色的丝带。如果我若等于是无看到黄色的丝带的时，我就知影你无要接纳我，我会继续在坐迄台巴士，继续往头前的一站行落去，我永远无要倒转来。所以，当这个经商人对要到厝的时，伊紧日到毋敢拍开目睭，就是一直听到这个规台车的人爆出这个欢呼的声音的时，伊才目睭闭起来看，伊看到毋是一条，毋是2条，毋是10条，毋是100条，乃是上千的这个黄色的这个丝带，盖满伫这个老家当树的顶悬。所以最后，伊伫这个众人祝福下面。这位拄出家的这个男士就排起伊的行李，落车行入去倒转因兜的这个路，总是大多数的受刑人就无再会幸运了。某一个少年关务所的一个囡仔，伊拍电话甲老爸讲，甲老爸讲伊伫要出家的这个消息，老爸非常冷淡讲，我已经无有你这个囝了。然后就挂电话，所以最后这个囡仔就自曝出去，佮再度犯罪入狱，食这终身受关的这个受刑人，非常的可怜。咱咧最后所讲，我来本毋是要钓奇人，乃是要钓罪人。这毋单单是一个譬喻来听呢，乃是有关这个永生还是永死的这个问题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，要决定了得救还是灭亡。因为若毋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，这个是上界危险的。所以因如果若无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，因就袂通接受到这个救助了。因嘛无需要得救啊，因为独是有罪人才需要救恩。所以你若认罪悔改，就是得到这个救恩的路。所以咱俩最后所讲，空家人用袂着医生。有病的人才会用袂着，但什么人是空间的人？佮什么人是病人呢？法利赛人自然袂去信到家己是有破病的人，因只有简单看到最后所甲这个抽象甲罪人做你啉食是无合宜的，因为因的心中敢若有对甲毋对，因为因的心中是掺倒酒是非题啦吼。最后所学生
也可能袂通看到家己是有病的人，因为因认为家己已经军队主要所了，只有这个抽象的，互当时社会人士所看见，被打上这个罪人的这个帽啊，第一张罪人的帽啊，因听了主要所的话了后，因愿意承认我是有病的人，我是罪人，我需要上帝医治，我需要上帝这个赦罪。咱的主要所来到这个世间，最重要的就是以这个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会当出黑暗入光明，无搁再受到这个罪恶的捆绑。亲像马太甲主要所受拄了后，伊的活命得到真大的改变。所以当马太拄到主要所，伊毋那是改行专业尔定，伊的整个的活命拢有真大的更新。真真侪人的这个祝福，当咱立志要跟对主要所的时，咱干那是家己改变，嘛得爱引带咱的亲朋好友，互因会通甲咱同款，入捌这位来接纳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咱上头在讲，上帝疼咱，而且对咱的生命有真美好的计划，无毋对。毋过这是干一半福音尔定，福音都爱一定甲罪有关系，因为上帝真痛恨这个罪恶，因为罪决定了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上帝要疼罪人，所以伊切见主耶稣基督，成做人甲上帝重新和好这个媒介。上帝爱罪人，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得救。若无悔改的罪人，最后一定爱面对这个审判。所以任何这个福音，说实话跳开这个事实，就毋是完全的福音咯。主耶稣讲，我来本毋是要钓义人，乃是要钓罪人。希腊文的这个钓，这个字经常用来邀请人客来出来食饭这个意思。那么这种邀请，伫这个出现伫一个国王邀请人来参加伊的囝儿的婚宴的中间，总是每一个受邀请的人拢拒绝。遐家己认为做最义的宗教人士，因就是亲像遐拒绝赴宴的这人，因无承认家己是罪，所以无法度回应上帝主耶稣基督这个呼召。做当时，或者宗教人士打一个标签吼，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甲这个抽象、甲罪人做朋友，所以就主要说无在意。因主要说不但要做罪人的朋友，伊嘛常常甲罪人做伙同坐倒食饭。做伙同坐倒就是疼的行动。如果你若无疼一个人，你安怎会请伊出甲你做伙同坐倒食饭呢？所以食饭毋单单是显明主要说基督有这个完全的人性，伊明白人的软性甲需要，更加是表明上帝伊简单，毋单单是伫信仰的仪式的中间，甲咱同在，伊嘛亲像咱食饭迄款真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甲咱做伙同在。兼到对这个做伙同坐倒，这个社会意义来看，咱就通理解为什么法利赛人会安尼在意耶稣甲什么人做伙同坐倒。因为不论是对当时的犹太人甲现今来讲，做伙同坐倒，即款的行动意义毋单单只有食饭尔定，做伙同坐倒，更加是象征对这个做伙同坐倒的接纳、合一甲友谊。所以我相信当时马太厝内一定有真侪因着甲主耶稣做伙同坐倒食饭，来得到疼甲接纳，因的活命就得到真大的这个改变。当然是不是常常邀请未信者来去恁兜做伙食饭呢？咱毋通看见任何一条这个灵魂。主要说为着世间人，为着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一个人悔改，检查伊会带动一个家庭、一个家族，检查会带动一个都市，甚至乎一个国家拢归主。伫几年前吼，
我还佫伫即个牛泽市伫牧会时，我要伫即个牛泽市46公路边啊，有一个超级市场做天超市吼，伫隔壁有一间叫做三山面馆。但我当时所牧养的教会，甲阮隔壁一间教会，阮做合办一场即个福音的餐厅餐会，福音的餐会。那么迄日大先生食饭，食饱的时有罗牧师，即个台湾心乡岛前的即个音乐的演出，嘛有即个对马来西亚来即个 Uncle Button 啊，即个小张啊，即个小丑七彩缤纷的即个气球的表演，佮有即个活命的见证。所以当迄暗就真轻松的啉食气氛的下面，才着听甲接纳。互人的心嘛得到改变，真感谢主。迄天有真侪人来信主，拍开的心门，来食做主来入去的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甲恁建议，当即个疫情若过了，平静落来，我建议恁爱去借着即个餐桌来加做一个宣告曙光的即个行动。阿们。接下来要来吟回应的诗歌，以为改变。咱要来当心天版，创造你的主，咱要来做这上赞。全能上帝用大信心来保护，主的主爱相存，伊要记你，伊要拯救后方受了的人，伊会改变，予水变做酒，伊会改变。我好最感恩，当咱的心袂感觉，目睭袂看以前，主会开始注意温馨，伊拄地生存，咱要来当心天版。创造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用大信心来学论，咱的主爱相存，伊要医治，伊要拯救头帮受了的人，伊会改变。予水变做酒，伊会改变，我好最感恩。人的心袂感觉，目睭袂看以前，主会开始注意温馨，伊拄地先转。咱要来当心天版，创造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用大信心来护佑，主的主爱相存，伊要医治，伊要拯救头帮受了的人。伊会改变，予水变做酒，伊会改变，我好最感恩。咱的心袂感觉，目睭
就陪看以前，自伊开始，自伊有天，伊拄在先转。来当心变来，做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，连挂信心来学路，做主爱相存，伊要伊要成就，后方修了的路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我嘴边追求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我无罪甘甜。当咱的心会感觉，目睭会看伊着，最开始注意温柔，伊拄。来谈心变白，创作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，大信心来学路，咱的主爱相存，伊要一直要成就，头帮修了的路。改变，改变，我嘴边追求，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我无罪甘甜。咱的心袂甘愿，目睭陪看伊着，最开始注意温柔，伊拄。先转，咱要来当心变白，创作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，连挂信心来学路。主爱相存，伊要伊要成就，头帮修了的路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我嘴边追求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我无罪甘甜。咱的心会感觉，目睭会看伊着，最开始最有天，伊拄在先转。咱要来当心变白，做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，连挂信心来学路，做主爱相存，伊要成就，头帮修了的路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我嘴边追求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我无罪甘甜。
的心会感觉，目睭会看伊情，会开始自由的伊土地生活。咱要来谈心情来，创造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相赞，传念相对，大信心来学路，咱要出爱相存，伊要一直要拯救，头帮手抓的人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互水变做树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把苦水甘甜。咱的心袂简单，目睭会看伊情，会开始注意温馨。一土地现状，咱要来当心明白，创造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相赞，传念相对。我信心来活路，就会主爱相存。伊要伊要拯救，头帮手抓的人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互水变做树。伊会改变，改变，把苦水甘甜。咱的心会感觉，目睭会看伊情，会开始自由的伊土地生转。像这个下头同心三甲来祈祷哦。亲阿爸，边入去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网络礼拜，阮透过新约马太福音第9章第90到13节，做来思想这个参道的是非题。对今日的信息中间，互阮知影，参道食饭，唔单单是你显明主要说。伊有完全的人性尔定，通来明白人的这个软弱甲需要。耶稣搁较是表明上帝，唔单单是伫信仰的仪式中间甲咱同在，也你亲像食饭这款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间甲咱同在。加要对这个做伙同齐道的这个小的意义来看。咱就通理解，为何法利赛人为安尼生真在意，最后说甲什么人做伙同齐道食饭？因为无论是对当时的犹太人，到现今的咱来讲，做伙同齐道食饭这款的行动，已经唔单单是只有食饭尔定，做伙同齐道食饭，搁较有上重要。做伙食饭的这个接纳、合一、甲友谊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如果这疫情若是缓和落来，我嘛要建议恁大家每一个教会的兄弟，你去办一场这个福音的餐会，去邀请这个未信者、无道友。来做来食饭，就伫这个轻松啉食的气氛下面，才有听甲接纳，
有人的活命通得到改变。这个就是借着餐桌食饭来做这个宣告的时间。咱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他这条罗姆斯被人捉到哦，愿天父上帝做甲人民，最后所基督恩典，圣是每次的感动甲交通。甲亲爱的兄姐同在，伫到记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子的名，阿门。一个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忙碌礼拜，到这就过一段落。咱前望后回同一个时间，搁什么一摆伫空中来相会，愿天父上帝赐福你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多谢，努力，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，家己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你的名光照你，愿恁。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，家己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